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长工望落雨，去食望普渡。意思是讲，较早住工厂的长工，拢望讲风台紧来哦，望看有机会通歇困无。若去食，拢咧等人中原普渡煞的祭品，看有通加本挂无。前2年全世界咧流行武汉肺炎。有的人因为有份保险的缘故，真希望家己着这，安尼毋但会当清保险金，嘛挺好伫厝里歇困，免出勤过。是讲，若为着要清保险金、趁歇困，若无拄好，凡说连性命都休去了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